2017年的9月，对吧？对，时间过得好快，那个时候我才21岁，今年转眼都23了，所以怎么了？你们能不能假装就是这个是，就是真的？我再说一次，你们都不要发出声音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嗯。对，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觉得上一次来是2017年嘛，9月，那个时候我才21岁，现在，哎，不是说好不说话的，啊，又被骗了，又被骗了哈，非常的开心了，对，可以来到这个小巨蛋演出给大家，然后这次我前段时间大家可能这1、2年就可能没在这个小巨蛋演出，或者是没有在台北演出，是因为我很多时候在那个北京啊、上海录一些综艺节目。我今年在录一个节目的时候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《中国好声音》的时候，我胖了20斤呢。就是因为在录那个节目，因为那个节目每天有很多那个赞助商给的吃的、喝的、酸奶什么的，然后每天休息就吃，然后我在演唱会演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的这套衣服就已经穿不下去了。真的，我的那个服装是非常的那个什么，没办法，我其中有一场是把我这个裤腰剪开，就撑进去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天之后呢，我回去之后，我洗完澡嘛，我对着镜子看了一眼自己的裸体之后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太不要脸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胖成这个样子，太胖了。从那天开始就开始减肥，然后我大概从1个半月之前减肥到现在，我减了11公斤。对，所以现在可能有点营养不良。刚才前面太嗨了，现在有点喘，所以跟你们在这讲话耽误点时间，这个我缓和一下，缓口气。啊，对，这个之前呢，我在别的，因为我们这是年少有为第12站，台北站。之前在每一场，不管是哪里的歌迷，都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啊？就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约定是什么呢？啊？对，我其实要说的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就是脱衣服这件事情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我从今年的3月开始，就一直被底下人说要叫我脱衣服，一直没有。你说我那么个人有什么好看的？对，我又不是那些就跳舞啊那个，我不会跳舞。对，所以对我这个，不过呢，因为我也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就老想让我脱衣服，因为我这次的衣服找的都是特别这个低胸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都是到这里的。对，所以为了今天特别来到这个台北呢，我有好好在家练一下。不要着急，我不会那么快脱的。对，不是。哇塞！一听到脱衣服，全场最大一次笑声出来了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笑那种。